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波牧师。今天6月10号，我们要分享的是从无到有。我们要读路得记第1章22节，第1章就结束。先来读今天的金句，在诗篇65篇第9节这样说：你看顾大地，降淋雨滋润，你使大地肥沃丰收，你所赐的河流充满了水，你使大地不断生产五谷。诗篇65篇第9节。在创世纪50章第20节，它里面的重要信息就是约瑟所说的：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上帝的意思原来是好的。从被兄弟出卖到当上埃及宰相，很多在苦难当中，他并不明白当时候上帝为何允许这些困境出卖发生在他的身上。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们也在当下是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会碰到这些的苦难，然后我们也认识到这位神是至高的、全能的，并且是掌管一切国家和家庭的大小事物，是给我们的生命带来痛苦与欢笑的。这一点他是正确的，但是他需要睁开他的双眼，更去体会这位上帝他计划的背后有充满着他的仁慈，是上帝解除了饥荒，给拿俄美开了一条回家的路。这条归回之路，我们从第22节后面我们可以看到那细腻的希望之光，就是他们回到伯利恒的时候，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。然而拿俄美却没有意识到这个背后的意义，因为我们在当下的时候可能不明白。我们现在做读者了，我们知道前后文来龙去脉，但是当时他不晓得啊。不仅如此哦，拿俄美也没有注目于路得，一个多么大的恩典与祝福啊！当他和路得来到伯利恒，在群众的当中，拿俄美在21节他说到：耶和华这位上主使我空空的回来。是这样吗？并非如此啊。拿俄美，当你对充满不幸的黑暗感到厌烦的时候，当下没有办法去体会到未来有盼望的这样的一个出路。通过路得，拿俄美又得到了一个男孩，而这个孩子成为以色列最伟大的王的祖父，而这位王又预造了万王之王、宇宙之主和耶稣基督的诞生。倘若拿俄美能够预先看见这一切，他又会怎么说呢？我想他一定会说：不要凭着感觉当下的境遇来测断，就是预测这位上主。我们要一心靠主的恩典，愁云惨雾隐秘之处，还是会有主仁慈的笑脸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是你你在当下也不会有这样的想法，也一样会像拿俄美一样是上帝刑罚我、攻击我，使我一切成空。
在拿俄美他抱怨上帝使他空手而回的时候，其实上帝在暗中保护、引导、照顾他们，使他们回到伯利恒的时间刚好是4月动手割大麦的时候。这个时候正是农忙的时候，路德才有麦穗可以捡拾啊。第1章到这里结束，我们可以发觉这卷书告诉我们，面对大环境和切身的苦难的方法。第一个就是我们愿意常存恩慈怜悯的心，彼此来相待。那是上帝给我们非常宝贵、非常重要，面对苦难、解决苦难的一个方法。其重要性超越我们所想象。路德记若是将这一点拿掉，整个故事就支离破碎。第二呢，当拿俄美觉得耶和华处处与他作对，但上帝却在暗中预备了一切。因此，在我们还不清楚上帝的时候，还不清楚他的作为之前，至少我们可以先来学习拿俄美和路德彼此以恩慈相待。在上帝美妙的安排，拿俄美一家离开故乡到外邦，使他们遭遇从有变无的惨剧，这样的一个经历。但是当他们不再靠自己，当他们决定踏上归回之路，要回转归向上帝的时候，如同他们听到的消息，听说上主眷顾他的子民，使他们有好收成。上帝的眷顾当然包括这2位孤苦无靠的寡妇。虽然路德不是以色列人，但是每一位愿意投靠上帝的人都可以成为有福的人哦。即使你现在正处于从有变无，不要气馁。当你坚持信靠上帝的时候，他也要帮助你认识及经历到他是使无变有的神，因为他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将一切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要赐给你，要赐给凡信靠他的人。你是否愿意成为这样蒙福的人呢？我们来默想，当拿俄美和路德回到伯利恒时，正是大麦收割季节。你认为这是巧合吗？还是上帝奇妙的安排呢？你曾经经历过上帝奇妙的带领与供应吗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不管我们在顺境，或者是正经历苦难的当中，我们相信万事都有你的美意。借着拿俄美和路德的经历，让我们知道你随时眷顾着你的百姓，即使他们是在犯罪软弱当中，也借着这样让我们知道你随时在眷顾我们，你总是有最好的安排。即使是我们还不是完全的信靠你，我们有时埋怨你，你还是顾念我们，是给我们有丰盛的供应。感谢主，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鼓励与代祷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你一天充满平安、健康、喜乐，天天蒙福哦。